呢套係一套表達緊對電影一種純粹嘅愛啦。咁啊，詞窮啊，呢套戲係講啲乜嘢嘅咧？呢套戲咧就係講金融風暴之後，市道慘淡，百業待興，職業殺手阿伯被逼轉型，收錢殺人之餘咧，仲要拍下行兇嘅過程。於是佢就揾咗鬱鬱不得志嘅副導演阿全一齊合作，大展拳腳，買兇拍人。咁胡迪啊，套戲有啲咩咁正嘅位啊？咁呢套戲咧，其實都用咗好多好有創意嘅表達手法啦。一開場啦，你已經見到佢哇啲好生鬼嘅動畫啊，做 credit 啦，咁 show 啲殺人指南啊，好似嗰啲卡啊或者啲路牌咁樣。好搞鬼啊！另外有個位都幾深刻嘅，就係佢會重複用到一啲快閃嘅想像嘅場面啦，咁就用相片形式表達啦，即係例如個監製兩個鐘任做，咁佢就想像緊俾人任做嘅話。